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第二堂礼拜一起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信息。我在介绍罗牧师之前，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台南中会有70-80间的教会台南中会在台南市那德光教会就在我们教会的邻近最近的一间教会隔壁就在德光女中的附近在崇学路附近。那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东门教会的子会，就是我们的母会是东门教会。那我们的富强教会是比较早设立，因为当时呢王忠信牧师我们第一任牧者呢，他神学院毕业，刚好派到台南来牧会。那个时候他们家族呢就奉献了一个金钱跟土地，准备要来盖这个富强教会。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没有兴建教堂之前呢，其实我们曾经就是在现在的德光教会附近的社区租房子在那边开始敬拜。那也在满族长老他们的那个幼稚园曾经在那边做礼拜那经过3-4年的时间，王忠信牧师他们的家族就奉献了这一块，我们现在这块基地，盖了富强教会，所以等于有永远的一个教会的地址，我们就迁到这边来。那其实呢，那个时候整个东区在发展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德光社区，那个时候设立的富强教会，那个时候有富强路，有富强里。那后来我们在这边设立之后呢，同样的整个东区也都在扩展。你知道文化中心设立之后，整个东区就慢慢开展过来。那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呢，刚好我们的罗牧师呢，他有一个感动，就是在东门教会的一个赞助之下，他们就在我们原先曾经设过教会的附近设立了德光教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罗牧师呢一直在那边服侍，真的很不简单那早期呢，我们富强教会跟德光教会有很多事工都一起合作过那有一些同工人才也互相交流过那我们很感动，就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由他们一个长老提供了一间当时是郊区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成为他们的礼拜堂。不过因为时间成长，他们必须要重建，那一定要去买土地，而且盖教堂。那我们跟德光教会，我们富强有一点比较省事了就是因为当时有王忠信牧师的家族奉献的土地，所以我们当第一代建教堂，后来我们在10年前我们也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为了土地来烦恼，因为我们有一个现成的土地。那当时的弟兄姐妹说有一个决心，说我们自己奉献奉献就不用对外募款，因为我们不用花土地的钱。那这一次呢德光教会他们不只要买土地，而且要盖礼拜堂，所以等于他们的花费除了那个涨价那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之外，他们等于要负担我们原来的一倍的费用，才能盖好一间漂亮的礼拜堂。所以他们在去年呢，就通过中会，我们台南中会一个允许，就接纳在我们台南70-80间教会，他们到各地去募款，为他们的建堂能够有更省力大家一起帮助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安排了罗牧师来我们这边来讲道，来勉励我们，也一起要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德光教会他们的建堂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张茂松牧师来分享，他讲了一个点让我们觉得很大的激励他就说他们也经历了4-5次那个新店行道会的建堂。那边台北那边有一些是大公司的老板，就曾经给张牧师说你如果缺了经费，告诉我们这个一起来负担。他说他们把它包下来就对了。不
或张牧师就给这个老板说：“不行，你不能全部包，因为我要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大家有参与这个教堂礼拜堂的奉献，就是得神的恩典的机会。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有份参与，那是神最喜悦的事情。虽然有财团有大老板捐献是比较省事啦，但是重点是怎么经历这个重建的过程，大家信心的激励。”每一个人都得到建造，那是最重要的哈。所以牧师在介绍罗牧师之前，先做一个这样的报告。那请大家一起通过他的教导，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预备心来为德光教会他们的建堂，我们参与他们的奉献。我们这样子就能够感觉上有参与到一个教堂神圣的教堂的兴建，也是神最喜悦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请罗牧师来勉励我们，他的题目叫做“建造的人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好不好？谢谢。谢谢夏牧师，谢谢谢牧师，也谢谢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德光教会建堂的过程，也邀请大家能够为我们祷告能够有份于这样上帝的恩典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受拣选成为你的儿女。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恳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帮助我们建造你的教会，也建造你的国度，在我们居住的城市跟社区，让你的名在这地上大大的得着传扬，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像一粒种子种在好土地里，能够结实100倍。主耶稣，求你恩典与祝福我们这样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透过尼希米记第2章17节到18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2节，但是大概我们从尼希米记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建造的人生。我们的一生都在建造生命，不管你是做学问，或者是做事业、家庭主妇，或者做人际关系我们都在做建造生命的工作生命建造的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建造的好，带来的是一种丰收；建造的不好，你一辈子都在打掉重建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教授在课堂上拿一个透明的罐子，里面装满了乒乓球看起来就装不下去了。然后问同学说：“这个瓶子满了吗？”大家都说满了。但是呢，这个教授继续把这个小石子装上去，接着再把这个细的图把它装进去。问同学说：“满了吗？”大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装什么东西。可是这个教授继续把水怎么样装进去。从这里，教授要告诉学生说，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先放到你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建造生命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身为基督徒，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你的生命就建造在真理上面，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美好的建造，不用打掉再重做。如果你是中途来的，当然你就比较辛苦，但是有真理，你一次建造就能够怎么样，永远有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每一个时期都会不一样，但是身为上帝的百姓，我们要一起透过尼希米来学习。他本来是在外邦服侍外邦的国王，可是他可以过很丰富的日子，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他心里面却有一个挂虑，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城墙毁坏，而且怎么样，那里的百姓不敬拜上帝，被这些外邦人欺负。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挂虑。亲爱的弟兄姐妹，通常我们事业人生到达发展顶峰的时候，我们大概讲说我们怎么样发展。可是尼希米他的事业，他的人生已经非常丰盛的时候，他心里面挂虑的是上帝要紧的事，在他的百姓当中，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尼希米当他的生命这样子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些百姓就因着他们祝福，城墙就也因为这样建造起来虽然是52天，但是是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所以当你的生命要被建造的时候，
你的家庭就被建造起来，你的生命被建造了，你的事业就被建造起来，教会也被建造起来。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里程、每一个层面里面，都会得到一个丰盛的建造。这是身为基督徒，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什么？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要让我们在真理里面来领受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尼希米回去以后，除了这样的来分享、激励这些弟兄姐妹，他自己带着这样的信心回去以外，他还跟他们分享。他说：“你们的现况虽然不好，城墙毁坏，人攻击，但是你们知道吗？虽然你们看不到、想不到，上帝纪念你们。为什么纪念你们？上帝透过我在外邦服侍的这个国王，他让我回来，而且给我材料回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上帝的作为却使这外邦的国王同意给我材料。这是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碰到事情困难的时候、失败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眼前的事，你都应付不了了。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从你信耶稣以后，你要常常记得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力量是让我们凡事得胜的。所以，你要从信一直到最后，你都要这样相信。这些百姓在困难当中忘记了，尼希米再一次提醒上帝恩待你们。上帝要使用外邦的国王来祝福你们，让你们恢复上帝的百姓。所以建造生命，我们要常常宣告上帝的恩典，祈求上帝的恩典，而且彼此见证上帝的恩典。每一个礼拜过去了，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上面都充满了恩典。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诉说这些上帝的恩典。如果真的你在患难当中，你要跟上帝求恩典，得着了，我们要不断的跟上帝分享这些恩典。上帝的事就这样被建造起来了。这是我们教会24年来透过教会的一个许崇胜长老，也是仁爱医院的许医师，他提供我们使用的25年，今年是第25年。在这个地方，一个楼层大概只有50坪，我们在这里使用。20几年来，我们大概存了5600万。其实我们只存了5300万了，但是我们买了土地，买了180坪的土地，就要用掉我们5600万。但是我们很快就把这300万也补足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钱通通买土地了，买了180坪。接下来买土地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接下来就是要建堂，我们慢慢来跟大家分享。最后，我们计划要盖的价钱是1亿2500万，要盖890坪，但是我们所有的钱都买土地了都没有半毛钱了，也从零开始。但是上帝一开始不是这样带领我们，我们就一步一步顺服上帝，一步一步加添了我们的力量。上帝使用他的百姓，也使用属世的资源，就是什么样外邦的国王来成为尼希米的帮助，成为以色列百姓在这些耶路撒冷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设立教会，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不要把上帝限制在这个地方。上帝是富强社区的上帝，上帝是台南市的上帝。当我们尽忠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将这地区的怎么样一切财力、一切人力、一切资源，通通要给他的百姓来使用。德蕾莎修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一生当中，她只有办公桌，她只有一支电话，可是她可以使用怎么样？全世界有钱人口袋里面这些老板、企业家的钱，为什么？因为她尽忠于上帝，她照顾这些软弱的百姓，上帝就使她使用这世上所有的金钱。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他的教会，当我们尽忠，当我们敬虔，当我们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要把这属世的这一些财宝，通通给他这些尽忠的百姓来使用。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想，我们能力够不够啊？我们20几年才存5300万，买了土地1毛钱也没有。但是上帝慢慢带领我们，你有没有忠心于我？你有没有忠心于我？上帝的教会够用吗？所以，就像扫罗跟大卫一样，当大卫杀死歌利亚巨人的时候，百姓流传说什么样？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心里面就不高兴，要杀死这个年轻人。但是大卫呢，他心里面非常敬虔，非常敬畏。他说：“上帝所高摩的，我岂敢动手在他身上？”有几次他都有机会怎么样，可以动手杀死这个扫罗王，但是他没有，他敬畏上帝，他等候。所以上帝就让他很光荣的成为以色列百姓，他的国度也怎么样强盛无比。
所以，当我们尽忠于上帝，上帝为我们开出来的一条道路，就是充满恩典，就是充满荣耀、充满丰盛的一条道路。所以，上帝也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从钱够用吗？我们开始想说，上帝的教会空间够用吗？20几年来，上帝恩待我们，也赏赐一块土地180平，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一开始也想说牧师馆可以放在里面，但是后来算一算还是不够用。牧师馆还是不能卖这一条钱还是要来重新奉献一次。接着上帝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本来我们只有盖地上5楼，后来我们加了地下2楼。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们教会富强教会我们也是1楼停机车，我们也是加了地下1层停机车，再来地下2层是因为我们从教会开始，我们一开始在第1楼做聚会，后来把教会移到3楼以后，从此我们的长辈都必须要在1楼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真的是很亏欠。有的人等新的礼拜堂等不及了，就先回天家了。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上帝给我们对这些长辈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一定要盖地下2楼。虽然只有10几个车位，但是至少可以帮助将来长辈他们行动不便的时候，可以开着车到地下室，然后呢坐电梯直接到3楼。让他们能够方便在教会进出，自由来做礼拜。因为每次我们看着这些长辈推着轮椅来，拄着拐杖来，他们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们只能看电视，我们真的是愧对他们。上帝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我们就顺服，到最后我们需要1.25亿来盖教会，我们口袋里面都没有钱。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也加添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买土地签约的时候，我们得到2000万无息的借款。在我们把上面的这些旧房子拆掉的时候，我们再得1000万无息的借款。一开始我们1.25亿都不晓得去哪里借到这么多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教会需要，我们就必须要来尽力。透过这3000万，给我们一个大的信心，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尽忠于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这里讲一个比喻，是说我们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给我10块钱，上帝就给你20块钱，这算不算恩典？算恩典。上帝给你50块，这是完恩典。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上帝不是这样。当你跟上帝祷告10块钱，上帝看重于你的忠心，上帝看重你的敬虔，他就打开他的金库，让你直接来使用。这算恩典吗？大大的恩典。基督徒要得的恩典是这种恩典，不是10块钱给你20块钱。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给恩典的。当你尽忠于他，当你回应他想要成就的事，他是让你进入他的恩典，进入他的能力，进入他的怎么样？进入他的宝库里面。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这样尽忠回应，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上帝要成就的事上。当尼希米回去了以后，他还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要带动所有的百姓跟他一起同工，不是只有一个他跟2、3个人，不是。上帝在教会里面拣选牧师跟拣选长老跟执事，也不是只要使用他们，是要我们跟牧师、长老、执事一起同心来回应上帝，成为同心合一的人。所以尼希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志，就是要影响所有的众人同心来为上帝做工。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服事，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件服事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所以当我们需要这么多钱的时候，弟兄姐妹当然就想办法了。相信也来过我们当中卖过水饺，也得到一些恩典，感谢上帝。这些弟兄姐妹就利用他们没有上班的时间，这些阿公阿嬷他们就来教会包水饺。一包我们知道要冷冻库，要冷藏库，没有这些设备，弟兄姐妹说教会要盖，没有钱，我们不能在教会买，我们就要自己掏腰包，很多设备都是弟兄姐妹掏腰包来买。这是一个阿嬷牧师特别有留了他的照相。他当我们去年还包水饺的时候，他还可以来教会包。他是一个肺腺癌的一个病患，他得上帝的恩典，还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但是到今年他就不行了，他就一直卧床，连一个小时坐在礼拜堂都不行。所以他也把握机会来怎么样包水饺。虽然他包的水饺不多，赚的钱不多，奉献的钱不多，但是却因为他这样愿意摆上的心志，激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愿意奉献，更愿意服侍，一起来建造上帝的教会。
教会的青少年也说，我们也要来参与，所以他就拿爸爸妈妈在做的这个代工，他们也来做，就是把这个小红点30个，他们要10个算30个装在一个小的密封袋里面，一袋0.4元。他们2个星期六下午，2个星期天下午做了，一群人做了5000袋，奉献了2000块。做完的年轻人说，不能随便花钱来买饮料，因为一杯饮料40块，他们就要做100袋，一袋0.4块钱。年轻人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建造的圣工，也感动教会弟兄姐妹，所以有个社青说：“你们做多少，我就奉献多少。”所以他们这一次奉献2000块，还有一个人奉献2000块，就4000块。后来他们就这样，成本太不划算了，他们就是做杯套，然后自己剪布、自己画布，然后自己车布，这样来一起为完成建造上帝的教会。所以这一些圣工都是怎么样？一点一滴来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愿意来服侍上帝。更有一个不是很常来，他是怎么样从左营来的但是他有一个礼拜完了以后，跟牧师说：“牧师，今天看管我们停车场的是谁？”他竟然叫我的名字，害他吓一跳。因为我们有租忠孝国中的停车场，那我们为了要管制，需要有人在那边看。然后呢，我们有名册，有车的名字跟那个车主的名字。那这个人不是常来可是呢，却有人认识他，他吓一跳。后来牧师就知道，他这个弟兄，他就是怎么样？他不只是看车子，他还怎么样？很用心的认识这个车，然后车主叫什么名字？他从车场走出来的时候，就跟他请安问好。这个就感动了这个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是做大事工才荣耀上帝，当你做一个小小的事工，能够超过你的本分，做出超过人的事，能够感动一个人，你就能够激起更多的人来怎么样回应上帝。教会必须充满这样的感动力，不论大小事工，我相信上帝的教会必定充满上帝要得的人。这里讲到一个派克约瑟，他是一个清教徒，他很会讲道，一生影响很多人。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大家就说：“请你告诉我们有什么秘诀？你的一生在这么样的帮助人。”他说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生印象很深刻。他说：“当我要去读大学的时候，妈妈说我要答应她一件事。我说妈妈你先说。妈妈说你先答应我。后来这个妈妈就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为你祷告，吃饭的时候为你祷告，早上为你祷告，晚上为你祷告。所以你要出去，你要答应妈妈这件事情。早上要祷告，晚上要祷告，你碰到困难的时候要祷告。”他就把这件事情记牢了。他的讲道里面充满他的祷告，他的困难里面就想到他的妈妈交代他的，他就用祷告。他的一生，上帝就这样大大的重用他，影响了很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牧师想到这里的时候，牧师也想到说，当我们要离开这世界，当我们要离开亲人的时候，我们都会交代我们的财产，但是你要交代你的什么样信仰，绝对要交代。你一定要交代你的信仰，你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说：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就是因为一生勤守圣经的教导，勤守主日，勤守11奉献，上帝才这样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家族。你们以后还是要怎么样？尽虔的来侍奉上帝，来服侍上帝，一定要交代你的信仰。你知道一个初代的信徒，他要信耶稣多困难吗？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他要走很多冤枉路，花很多冤枉钱，甚至要受很多的苦，他才能够找到耶稣。千万不能让你的子孙重走这一条冤枉人生的道路。你一定要交代你的信仰，像这位妈妈一样，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影响，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上帝所喜欢的事上。基督徒我们都会做礼拜，我们都会11奉献，我们都会参加周间的聚会，参加小组。可是这样够吗？你想想看，上帝给你一天24小时，你用8小时工作，你用8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你用来做什么？一天里面你有没有用在上帝所喜欢的事上？如果没有，当你一天离开这世界，你都带不走，你的心里面会很纠葛。为什么？你到天上看见，哎呀，我什么都没有，你会更后悔。当初我怎么没有把上帝给我的时间、健康跟金钱投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有机会。所以到最后，
这个尼西米就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他们碰到极大的困难，有人要攻击他们、毁坏他们，可是尼西米说我们要起来，奋勇做善工。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说，奋勇做善工。尼西米在困难当中带领这些百姓背着武器，怎么样完成圣殿的建造？容易吗？很不容易，艰难得很。可是，在这个艰难过程当中，他们勇敢的来回应上帝，勇敢的倚靠上帝，他们就得着恩典，在52天里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这算是神迹。所以神迹不一定是很容易的事，却是怎么样？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上帝就把这一切所需要的加倍的赏赐给你。这里再讲一个奋勇做善工的例子。威廉克里这是一个印度的宣教师，他到印度用8年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印度文，他就买了怎么样印刷机，然后训练了印刷工人，像我们这个巴克里牧师一样，把我们圣经翻译成台语。他用8年翻译，要开始准备印刷的时候，没有打算印到什么，那个失火了，结果连他的手稿也怎么样烧掉了。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是我一定心里面跟上帝很生气，什么时候不烧，早不烧，晚不烧啊！我要印了，而且是第一次手稿，你把我烧掉，上帝啊，这是你的事，我的事已经做完了。可是这个威廉克里，他让我们很感动，他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翻译不够完美，所以我愿意翻第2次，求你给我信心，给我智慧，给我怎么样勇气。”我要继续翻第2次，把它完成。上帝就大大的使用这一位宣教师，在印度的一生当中，他用24种印度的方言来翻译圣经，大大的打开怎么样印度宣教之门。所以你看，如果他当初就放弃，谁要来承接？可能还在等一段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尼西米，看他这么勇敢。来带领这些百姓，我们就想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有这么勇敢吗？我在为上帝的国传福音，我有这么勇敢吗？其实求上帝能够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基督徒都要起来勇敢的建造教会，勇敢的传福音，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就像一颗种子要落在好土地里面，然后呢，要结实100倍。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这样把我们自己种在这块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子孙要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社区，大大的怎么样收割灵魂，一定比我们更容易能够怎么样抢救灵魂。但是我们也愿意摆上，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不要一辈子你都为了这世上的财富来努力。当你见天父的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纠葛的。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改变。所以奋勇做善工，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回应上帝。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困难，有时候会碰到挫折，有时候会碰到伤害，我们要勇敢。上帝必定使用你，上帝必定扩张你的信心，扩张你的什么样爱心。24年来，我们透过爱心会、赞美操、喜乐学院，不断的接触这社区，我们带领一些人信耶稣。这里举2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个社工员，他当了一个家暴的家庭，就把他的受暴的太太跟孩子带到家里教会来，他们就认真的来教会聚会。他的先生也跟来了，是要来看教会有没有骗他的太太。他太太来这里做什么？他来的时候呢，他是口咬着槟榔，然后呢，全身都是酒味，相信他是怎么样？隔天，前一天晚上是喝大酒的。我们也很不习惯的，连续他就这样来坐在最后教会的最后面。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全能，后来他竟然受洗了。他因为喝酒太多，他就怎么样？先蒙主恩召了。现在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都在我们教会的敬拜团跟青少年的敬拜团里面服侍。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投资在这世界上，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教会有个长老，当我们开始教会小组的时候，他的公司大概7、8个员工，但是他就开始在他的公司里面，1个礼拜有1个小时，他的员工不用上班。那不用上班做什么呢？就是老板带领他的员工读圣经、分享跟祷告。几年下来，他的员工大部分都跟他一起信耶稣，在我们教会里面跟他一起服侍。这个就是我们奋勇做善工，就是把我们的时间不只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不只用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也要用来怎么样完成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完成的工作。
这是我们教会在崇学国小的晨光教学跟青春启航。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富强教会有一些同工一起参与。这是我们忠孝国中的得胜者课程，这是我们公园赞美操跟赞美操的小组。这是我们松年的喜乐学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克里尼修道院，这是在中世纪公元大概910年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阿奎丹公爵威廉一世，他的妹妹没有结婚死去以后就把一些遗产继承给他了，他就把其中一块克里尼这一块地呢，奉献给一个修道院，重新盖一个修道院。当时那个修道院是开始败坏的一个阶段，可是透过这个克里尼修道院呢，他们严格执行一个新的修道，就是禁欲的修道。这个修道院就开始复兴起来。后来这些那个败坏的修道院就开始来求他们帮助。他们兴盛的时候，曾经帮助2000多所修道院从败坏当中怎么样复兴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后来这个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克里尼运动，就在当时就因为捐了一块地，建了一个修道院。所以后来这个阿圭丹公爵威廉一世就讲了一句话，说妹妹的遗产除了捐给修道院以外还在，其他的都不见了。就像我们富强教会，你看过去我们信仰的前辈把这一块地捐给教会，这块地就永远成为福音以及基督精兵的一块基地，在这里永远为主发光。他就说妹妹的遗产除了捐给修道院还在，其他的都不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时间，上帝给我们金钱，上帝给我们健康，上帝给我们一些好的恩赐，你一定要好好的留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必定成为种子，而且怎么样会结实100倍。所以奋勇做善工，就是必定我们的生命会结实100倍。钱是种子，时间也是种子，上帝给你的生命也是种子。我们不要把它用光了，用在这世界上，你一定要把它留一部分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教会，在传福音，在你的职场上面来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要建堂的时候，虽然是一笔很大的建堂经费，但是我们从2016年我们就愿意用10年的时间我这位知道我们富强教会用10年来复建，来重新建造。每一年我们要奉献1000万的建堂经费，我们也跟上帝祷告，主在中会里面募款，让我们有1000万这样的一个收入。70几间要募1000万，这是一个神迹啊！但是我们需要上帝你帮助我们，请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建堂完以后的一个模型，所以邀请大家利用周报里面的奉献袋为我们奉献，也为我们祷告。相信你们所摆上的也都能够成为一颗种子就摆在上帝好的国度里面，将来要结实100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恩典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不止我们的子子孙孙，也留给我们这社区跟城市世世代代的人。帮助你因着我们愿意将我们摆上，你就因着这样让福音能够得着100倍1000倍的收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